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过肩摔，台语讲对肩胛头拍过，也就是讲用肩胛头甲人拍起来，甲摔好倒。比如讲，警察甲歹徒过肩摔，就是警察用肩胛头甲歹徒拍起来，甲摔好倒，歹徒乖乖束手就缚。肩胛头嘛会当讲肩胛，也即是肩头，就是华语的肩膀。啊，用肩胛头会当拍，会当挨，会当打，会当夹，会当扛物件。来讲这个拍册拍呀，拍骹蠓啊，挨用爱囡仔爱囡仔，打水压菜，用本打菜去卖，夹货夹价，扛叫扛刀啊。有一句俗语，扛叫唔扛叫，烦恼新娘唔放尿。较早这个新娘出嫁，都爱坐轿。半路啊，新娘若要方便一个，扛轿的就会当趁机会来休困。就是咧，比如讲做代志哦，无认真，干那要找机会来冒费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拍、挨、打、夹、扛，实在真趣味。